各位同學，大家好啊！等我嚟解答一下呢2025年第25題嘅選擇題啊。一個學生呢，以兩條導線連接至到一個燈絲嘅燈泡，OK， 至到乾電池嗰度嘅，OK。咁啊好啦，咁啊作一個嘅電腦測試，OK。但係咁啊光燈泡沒有亮起喎。好，咁我哋畫咗一個大概嘅電路圖出嚟睇下先。好，有一個乾電池，正常地就聯絡嗰個燈泡，OK。但係呢，竟然第二句説話話俾我哋聽係光，冇亮起喎，咁樣點解呢？咁以下邊一個係唔可能發生嘅解釋？OK，唔可能發生嘅解釋。咁當然啦，即係一定係嗰啲斷咗啊，冇電啊，OK，或者個燈泡斷咗啊嗰啲嘅理由啦。咁睇下邊一個係不是可能出現嘅理由喎？好 A 嗰度啦，乾電池或沒有電，OK， 哇呢個係好合理嘅喎，OK， 冇電咁啊個燈泡咪唔着咯。好 B 嗰度，電路或因某處接觸不良而成咗開路，OK，咁我諗呢個都少聽到人哋講開路嘅，即係好簡單嚟講呢，開路就即係開咗，令到佢出現一個斷咗條路嘅，OK， 叫斷路就有，OK。咁不過都明嘅，其實 OK，咁所以咧呢個都係可能嘅解釋嚟嘅。斷咗嗰條路，咁佢咪唔會有一個完整電路咯，咁佢咪唔會着咯個燈泡。好 C 嗰度啦，乾電池嘅極性或錯誤地折返了，OK。咁呢一個會唔會係佢嘅答案呢？呢個呢就唔係可能嘅解釋啦，所以呢個肯定係答案啦。點解啊？因為呢喺成個電路當中，其實你就算係調轉粒電芯去駁，OK，即係話咁，OK，即係話咁。呢邊係正，呢邊係負又好，或者呢個係正，呢個係負都好，電流由呢邊流又好，電流由呢邊流都好呢，其實係唔影響佢個燈泡嘅運作嘅。OK，咁所以呢，你話乾電池嘅極性調轉咗呢，根本就唔係解釋。OK，所以答案呢一定係 C 啦。我哋睇埋 D 啊。好啦，咁啊燈泡或已燒斷咗啦。咁啊啱啊，頭先都講過啦。可能個燈泡已經溶咗嗰條嘅燈絲啦，咁所以呢，亦都係會形成另一個嘅所謂嘅斷路嘅，所以答案係 C。呢一年呢，揀 C 嘅同學仔呢，就57%嘅啫。OK，呢一題相對我覺得佢簡單喎，唔知點解啲同學仔揀唔到嗰啲答案啦。OK，有43%嘅人係揀唔到嘅喎。OK，好，同學仔加油啊！拜拜。